请问露营的台语倒一个较侪人讲？露营的台语哦，无人直接讲龙岩哦，我这边的是困山，困山，龙岩拢去倒位咯？大部分山顶，嘿啊，海边也无可能，迄海影来你嘛唔知啊。大部分拢去山顶，因为空气好。是。环境也好啊。阿雄，我这边的答案叫做困天路。困天路。为什么？你困伫遐吼，天就是你的棉被，下骹这个路就是你的眠床啊。所以就是困天路，困在天甲路中央的所在。我嘛感觉困山上简单，因为厝内人有的时阵敲电话给我，讲你今日要困倒，要困厝内，困朋友因兜。啊，我若是去露营的时阵，就是会讲要去山顶嘛，就是讲啊困山安尼。因为即马露营有困伫山顶，搁伫海边啊，但是大家暗时拢是想要看星星呐，伫遐所在迄个感觉，所以我选困天咯。露营就是你困伫外口，甲伫厝里安尼无共，你会当着露水。露水。嘿啊，所以你这就是天路。啊，毋过另外就是因为伊。搭迄个布棚，咱叫做텐트，所以这个天路텐트听起来就足共音的，啊，当然你会当，就是四界拢会当困，真正毋是干那山